位观众朋友，较早欢迎收看9月7日的公视早起新闻，我是杨淑晴。新闻开始来关心香港反送中示威的831游行被警方驳回取消，但是真侪民众嘛是行上街仔路，甚至扛路障、放火烧，也阁有人等汽油弹。警方为着清场，除了出动水炮车，更加冲入去地铁站，疑似无差别来攻击民众，警民冲突是愈来愈激烈。道路顶有火伫咧烧，香港反送中相关游行的申请被港警驳回，不过真侪民众是无顾反对行进街头。8月31暗时发生激烈的警民冲突，港岛湾仔的示威民众将真侪物件贴在路档，搁在放火烧，阻止港警继续向前。示威者除了烧路档，甚至是弹汽油弹。为了要清场，警方伫咧31下昼，也伫咧金钟第一遍出动水炮车，发射拿一个水条。当地媒体认为可能是想要做记号，方便去抓人。我们现在守在位置是在金钟，后画面可以看到呢，那个警方已经出动了水炮车，沙沙的已经有喷水，然后警方这边呢也不时不断在施放催泪弹，那现场呢可以看到这个为了要抓人，香港警察的速龙小队伫咧港警太子站压制几多名分不清楚是乘客也是示威者的民众，甚至车厢门关起来了，警方就摕警棍伫咧车内拍人，让人头皮拍甲流血。包括铜锣湾、金钟、中环、上环，也个湾仔，拢有民众自主游行。要黄面穿乌衫的少年示威者，对着防暴警察发火，甚至伫咧河内面跪来，求警察莫阁伤害人民。有一位在读中学的少女也来参加，伊讲就算事后警察要甲伊抓，伊也袂后悔。即使我被捕了，要用10年来换，这仍然是值得的。那我们依然要站出来，要去捍卫这香港，捍卫我们这个家。港府是透明发声明，讲激进示威者的违法甲暴力行为继续的升级，无顾大众的安全，政府严厉谴责，警方一定会严正追究。不过对于警方执法的过程是拢无讲到，示威民众坚持反送中5大诉求，港府若是无明确的回应，这场警民对抗恐惊是无法落线。记者综合报道。香港反送中抗议运动已经延烧2个月，中国官方媒体《人民日报》评论警告，强调中央有真侪办法会当快速平息各种的动乱。另外，美国总统川普表示，如果不是因为中美贸易谈判，北京处理香港的问题会更加暴力。香港网络民众号召831行上街路游行，时间点都好落在反送中核心任务被抓了后，警民冲突恐惊就要发生。敏感时刻，香港反送中主要网络讨论区连顶甲高顶，因为受到疑似中国骇客 DDoS 攻击，造成无法运作。不过，唔闹骇客攻击，中央电视台也抢先播出《人民日报》评论，警告无允准暴力绑架香港未来。止暴制乱，香港才有未来。按照基本法规定，中央有足够多的办法、足够强大的力量，迅速平息可能出现的各种动乱。中国官方媒体强调反对暴力。中国外交部驻香港公署特派员谢好认为，香港问题绝对不是人权自由民主问题，而是是不是要合法表达诉求。无什么人比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更加希望展开对话，也过要压迫对方照单全收，不是对话，而是硬要卡油。谢好也强调，反对派甲激进势力也是坚持在8月31号敏感的时间点行上街路来乱，挑动对抗、煽动暴力，必须坚决阻止。就日前路透社独家报道，北京拒绝香港政府撤回逃犯条例建议，和中国官方媒体《环球时报》讲编造假新闻，目的是要煽动示威者对抗中央。路透社变舆论战是作为世界上大通讯社的体力。反送中运动影响中美关系，美国总统川普也讲，若是无美中贸易谈判，香港可能会陷入在更加大的麻烦内底。I think if it weren't for the trade talks, Hong Kong would be in much bigger trouble. I think it would have been much more violent. I really believe China wants to make a deal, and they know it puts us in a very bad position
if there's not a humane way of handling the problems. And I've let them know that, look, handle it in a humane fashion. 川普认为香港局势甲贸易谈判有关系，中国希望在使贸易协议，照香港局势无一直来上升。不过，反送中冲突抗议一直发生，到即阵有几百人被抓，其中也包含纪律部队的成员。海关都采取香港的公务员，传出也向所属政府部门下令停职。不过，有关单位拢无想要讲，也无爱来评论。记者综合报道。最近一直有风声讲，香港政府可能要用紧急法，直接用更较强硬手段来结束反送中的争议。中国官方媒体《环球时报》的总编辑认为，长痛不如短痛，但是香港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铭讲，会违反基本法规定。香港反送中争议拖烧将近3个月，外口风声，港府考虑引用紧急法，赶伫中国建国70周年进程，以更较强的手段平息纷争。也毋过，特首林郑月娥即个来讲，会当止暴制乱，拢有责任考虑。无正面回应敢要实施。中共官方媒体《人民日报》旗下《环球时报》总编辑吴锡正认为，无人希望动用紧急法。若讲情势继续混乱，香港需要想办法恢复平静。就是你们的这些诉求，通过一种和平的方式来跟这个特区政府、跟特首呢来对话，就是不要搞这种极限施压，大警察使得警察被迫掏出枪来，向天空鸣枪。如果你是特区政府，你是否会想尽各种办法来恢复平静？所谓紧急法会当授权行政长官甲行政会议，唔免经过立法会，都会当订定各种紧急规定，权力非常的大。不过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条明表态，认为动用紧急法都是违宪，将会抵抗立法会，更加无顾到民主制度。基本法就擺到明呢，嗰個立法權呢就交咗俾特區，而喺特區邊一個機構可以行使一個立法權呢，就係立法會。咁即係呢，所有香港立法呢，只能夠立法會至有權立法嘅。而家變咗個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就可以立法喎。所以違憲係咪咧？違憲嘅。97年香港回歸到即馬，包括2014年佔領運動、2016年旺角動亂，攏有人主張動用緊急法，也毋過港府攏無實施，凸顯相關決策的嚴格性。李條明認為，政府應該要撤回送中條例，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並且落實雙普選，才是平息爭議的方法。記者綜合報道。繼續來看今日報紙有啥物重要的大代誌。中國時報對今仔日開始，中美兩國將公布互相徵新一輪的關稅。美國貿易代表處宣布，將對價值1121億美金的中國銷往美國的產品加徵15%的關稅。同時，中國嘛對750億美金的美國貨加徵5%至10%的關稅。自由時報，行政院主計總處家庭收支調查資料顯示，去年國內家庭平均每一戶欠的錢是224900塊，甲前年比增加8.53%。另外，所得上加172萬戶的家庭，平均每一戶負債是18210塊，是10年以來上佳數字。聯合報：台灣每個月至少會有一位女性因為有心生產失去性命。衛福部預告生產事故救濟作業辦法修正案，將產婦胎兒死亡的救濟金由上懸200萬提升至400萬，上緊10月的公告實施。繼續來看到一位伊拉克男子阿里，在今年4月來台灣爭奪囡仔的監護權，結果甲丈人丈母起衝突，將因猝死，然後帶囡仔逃去日本，最後被轉去伊拉克。檢警利用國際刑警組織發布通緝令，在7月中將人逮捕，對方嘛同意將囡仔交予台灣警方。樹林相思案凶手的牽手，抱着一個後生。由刑事局國際科監官被判，坐飛機轉到台灣。大部囡仔老母佇咧機場講，正感謝所有鬥相共的人。很感謝刑事局國際科，還有庫德族的警方，還有當地的台商的協助，這是大家一起奮鬥下來的結果。我很感謝大家，所有幫助我的人，我都很感謝，謝謝你們。今年5月，台北市樹林區發生70多歲姓蕭的一對老翁仔某相思命案。
迄当阵伊拉克一位警司阿里涉嫌用面棍甲丁人爸丁人母水死，带着一个后生坐飞机走到日本，搁再登去伊拉克的首都巴格达。刑事局紧急成立跨国对峙专案小组，并且伫咧7月中接到情报，讲阿里准备要带后生去日本处理告急太平的代志，伫坐飞机进前，互国际刑警逮捕。伊拉克库德族自治区的国际刑警单位一个协调合作，终于在本年7月中旬顺利的将犯嫌阿里查缉到案。刑事局讲，因为咱甲伊拉克并无司法的引渡协议，所以阿里引渡转来台湾审判的机会是无悬。只有阿里姓肖的看守也希望将囡仔带转来台湾，所以透过伊拉克的库迪族地区的国际刑警，甲阿里的亲情参详，也提出若是囡仔搞出来，罪行可能会减轻等条件，要让双方达成共识，才将囡仔交予台湾的警方带带。记者综合报道。行政院为着因应中国限缩游客来台湾，嘛协助台湾的观光产业转型，今年试办泰国、菲律宾、汶莱抑个罗西亚的游客来台湾免签证的措施。为了要持续开发国外观光客来台湾的市场，也有因为中国限制陆客来台湾自由行，行政院政务委员张金心召开跨部会会议，建议要试办泰国、菲律宾、甲汶莱以及俄罗斯的旅客来台湾免签证措施，对这种的每年检讨延长为3年检讨一摆。原则上是会以3年为期的，这算是开发国际市场的一个措施之一嘛，因为我们要开发陆客以外的市场，签证便利是前提嘛。张金心讲，原则上延长为3年，不过相关单位也会建议配套措施。另外，印尼越南来台湾超过期限居留情况真多，暂时未开放观光的免签证，不过会简化观光专案团客申请的流程。旅游业者是乐观其成，因为延长免签证时间，延互观光客有更加长的时间来规划行程，增加这个诱因。开放了之后，有看到他们人数有明显的成长。那我想，这个对台湾入境观光旅游都是一个非常好的措施。那我想，在旅行业界都非常的乐观其成。那我们觉得我们在开放签证的部分的速度可以再加快一点。至于是不是开放卡达者中东海湾国家观光免签证，行政院有在建议，业者认为。回到国家旅客因为饮食的关系，会希望广大的所在用有组织造卡，也较袂优先来选择唔是回教国家。业者爱成自我强化诱因。张金星讲，政府会全力协助观光产业来转型，达到未过度依赖陆客，提高台湾观光的水准到国际级的目标。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关心地方消息，嘉义市北江溪宝华边的番麦田，现在嘛发现球形滚塘，成为嘉义的头一地。目前全台湾包括外岛，拢已经出现球形滚塘的影子。来到北江溪宝华边的这片番麦田，都无出现被虫吸过粉叶。检验人员检视了后，高度怀疑这是球形滚塘。果然第3检了后，确认这是嘉义市头一摆发现这种虫，也等于宣告全台22县市，包括离岛拢有球形滚塘的踪影。包括通知这个土地所有权人第5额专辑，请他们呢赶快通知这个土地的耕作者呢，也要做一个防范。必须要将它整个一个受灾的区域呢报到这个防检局，然后由防检局这边呢来做一个整个管制区域的一个划定。发现球形滚塘的土地是第5号船局所有，也毋过有农民承租这片土地在种作物。市府目前已经通报中央，面对全台沦陷，农会表示，目前全台管制面积只占栽培面积的1.22%，民众唔免受过烦恼球形滚塘造成作物损害，也要求地方政府甲农民加强田之间的用看审查。它通常会从大陆，甚至于从东南亚这些区域会过来。我们应付到中秋节所栽植的玉米，可能在未来的2-3周，它是可能这个刚刚栽植的情况。那这个时候是防范最重要的事情。到这个月29号为止，农委会统计，全国球形滚塘幼塘通报确定件数247件，生塘226件，已经完成近22公顷农产销毁。也不过球形滚塘较有抗药性，提醒农民多用目睭看的巡查取代用药，免得增加防疫困难。记者综合报道。
台北市府8月31日伫法案局中举办社书岛拆迁案例说明会，不过反对开发甲支持开发的上百位群众伫校门口就有起布条、野牌啊抗议，双方呛声无相让，士林分局也阁出动60多名警察来维持现场的秩序。大花口号也提出换甲顶来坐镇，拜六早起有近100位来自台北市社自救会成员集合在福安国中大门口，要求市府暂停社开发的相关审议。因为民调显示有超过4成民众反对以全区区段定收方式来开发，而市府确实无重视民意。而且所谓的安迪计划根本是假安迪真拆厝来独立财团。我们不是免费的承购专案住宅，不是我们地除了捐60%出去之外，我们的房子还是要跟政府来去做一个承购的部分，一户大概将近1000万。而伫这个时阵，福安国中大门另外一边是赞成区段定收的民众，因主张社老区的厝也有违章建筑4个拢是，加上500间的违章工厂，空气污染、水污染早就已经互民众健康出问题。若是用个区段定收来开发，共同分担，才法度互少年人愿意倒来住。区段征收是共同分担、共同分享、公平的分配，然后来改变我们社子岛。应该要大家持续沟通啊，把大家的想法、问题、不同的意见逐项的提出来。市府拜六要开社拆迁安迪计划说明会，不过说明会还未开始，双方阵营就拢无相让。10点外会议开始了后，就一直有抗议。官员讲话一直是被中断。市府强调，都市计划是整体规划，分阶段来开发，一定要做到落实安迪。记者综合报道。伫中秋节，不少人拢会送礼。彰化一间知名的两人松饼店，随着中秋愈来愈晚，出现排队人潮，毋但违停严重，和交通大塞车，附近的店家嘛受到影响。彰化市区的这间两人酥店，人排甲挤，有的徛有的坐，店门口的公车站牌也被占了了。等车阿嬷都连徛拢伫咧无位啊，气甲埋怨的人。是啦，公车所在有像安尼都袂对吧？那车更早遐咧排饼啊，去互迄吊车迄个吊皮啊。公车甲排队的人侪路，加上市区本来就无宽的街路，公车只会当停伫路中央，连带也引起后壁大塞车。有人为了要紧，直接将机车停伫公车格，当场被警方开罚。中秋节一到，这间位伫彰化市区的知名两人酥店，排队的人真多，门口排成几下的 S 型主要道路、中正路，人车小多，人也一直排到附近的巷仔，其他店家也被影响。因为大马路旁边啊，他们都。怎么讲？因为商家也很多，你整个给他占据也不方便啊。店家将营业时间调整到下昼2点半开门，也用号码牌领货，不过人亲像无较少，估计排队到实际睇到，大约要3点钟以上。协助警方上街，只当以行程占据街路开发。那警方协调店家以发放号码牌的方式减少这个排队的一个人潮。那警方也会加强周边道路的巡逻那发现违规停车会加强的来告发取缔。两人做店家无愿意回应，附近民众表示，店家采取限时限量，加上代买业者规定排队，真侪人烦恼买袂到，颠倒引起更较侪人排队。警方表示未介入，也毋过会加强处理违规乱象。记者综合报道。为着防止石虎被车弄到死亡的事件发生，林务局甲苗栗县府利用公路下骹的水门暗坑设置动物通道。林务局嘛伫网站公布影片，敢若是石虎伫暗坑特别翕到39解，显示动物通道有效果。公路下骹涵洞入口，一只小石虎出现。行过小楼梯，去到平台，随即入到涵洞内底，而顶头就是开了真紧的车流。换做另外一个角度，一只石虎悠悠哉哉，为排水上限通过到道路的另外一头，还佫往顶悬看了一下，免拄穿过马路的危险。另外佫有白鼻星妈妈带着3只小白鼻星通过，也敢是3千万冰函出现，拢是利用这条动物通道撇过顶头的车流。
所以我们如果简单的做一些像楼梯啊、还有平台这样的设施的时候，这些动物其实它们其实都非常的活动非常的敏捷，它其实就可以很快的去克服这样子地形的限制。这是伫石虎出没边环的苗29管道所去到的画面，透过公路下坎上涵甲水门，规划成为动物通道，搭配木梯或者是平台，建立完整的廊道，会使导引动物往安全的路径。林务局表示，干那石虎伫这个路段就去到39遍，现在专家认为，未来道路规划会使甲动物廊道纳入去规划。高架化，那动物就不会上到马路上这种底下安全的穿越，也不会造成栖地切割。那如果有必要在路面上平面道路的时候，那它其实在盖平面道路的时候，它其实就会增设一些针对动物可以通行的安全的地下通道。生态专家认为，导引石虎往应该行的路径，除了片面落实，对着道路造成的栖地分割影响嘛会降低。另外，第三线道南路段，嘛设立了预警系统，公路总局嘛就会伫第13架线部分的路段实施区间测速，一个月一旦完成检线、标线甲警示牌，互落实机会降到上低。记者苗栗综合报道。继续来看到，根据研究统计，65岁以上长辈平均12个人就有一位失智，80岁以上5个人当中就有1个人失智。嘉义县市政府配合慈善团体，共同推出失智体检。阿公阿嬷跳着舞，要向大家来宣导运动甲健康生活的好处。嘉义市政府甲嘉义县政府在时配合着慈善团体，共同举办失智联合检查活动。希望透过这款的方式，会用减缓老大人失智症的发生，减轻家庭照顾的负担。了解一下我妈妈她的情况，然后她在生活方面有没有需要我们再多关心一下。对，我们就是预防胜于治疗，让同学体验说在外面跟我们实际上课的情形，两个是互相结合、互相连结的。嘉义县市慢慢有高龄化人口的状况。所以失智症的问题袂用无重视。嘉义卫生局就表示，市内大概有2000多位失智症的民众是住在社区互厝内的人照顾。未来会透过相关志工的训练，打造一个失智症友善的城市环境。因为我们现在治疗可以延缓或是暂停它的恶化，它没办法马上它没办法治愈，但是可以延缓。那这是在治疗部分，那在回复他的生活机能的部分，就希望说透过我刚刚提到的友善社区这些天使们、这些家人们，可以带他一起出来。主办单位表示，预防失智的第一步，就是需要让民众会用方便来了解家己的状况，所以透过检查，唔能用找出可能有失智症的人，更加要让民众知影，未来这的检查拢会用伫社区也是病院来进行，真正做到预防胜过治疗。记者林伟霆嘉义报道。公司第一代佮推出全新的儿童节目《往来先变先》，请来 Janet 加玛利亚主持，演艺界大牌主持人胡瓜嘛特别到现场加油。两队准备好，比赛就要开始。往来西瓜对看卖，往来队和西瓜队两边准备要大车拼。学生囡仔着开嘴讲台语，佮爱团队合作，才会使顺利过关。咱拢用足侪好耍的方法啦。其实这个学生吼，那真足巧的。大人来时阵嘛，真足古锥嘛有寡囡仔来遮表演。囡仔来呢，会使学着知识，嘛会使呢讲笑话，嘛会使得到趣味。不管是知识还是趣味，这就是台语咱咧讲的1减2个蒙拉减西口。这是公司第一代新推出的儿童电视节目《往来西瓜先变先》。节目是用5岁10成的场景结合游戏，唔但爱叠算盘、算恁买啥物、开偌济钱，阁有关主来出题，考验囡仔人的知识。公司总经理周文杰和演艺界的前辈胡瓜特别来替主持人和小朋友加油。对于囡仔的教育，本来就是咱逐工爱做的代志，嘛是公司的责任。所以咱这个台语台成立了后，就做足侪儿童甲青少年的节目，希望讲咱的后一代后摆拢唔通教母亲的语言袂记哩。讲台语唔但当着时，佫会使夹头壳。总经理嘛讲，做节目互囡仔看是公司的社会责任。希望台湾各地的学生囡仔拢会使组队来参加比赛，同齐体会台语的水。
记者李定、张主嘉、李家嘅台北报道。继续来关心气象报告。北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5度；中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4度；南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3度；东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3度。华岛地区上低27度，上悬34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我是杨淑晴，咱再会。